大家好，上集咧我哋就簡單介紹咗布根地，咁今集米酒寶就同大家發掘一啲比較小眾但係超抵飲嘅布根地產區，咁認識10支隱世而高性價比嘅布根地美酒。開始之前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我哋事不宜遲 ，Let's go！ 第一支要介紹嘅就係今日10款酒入邊最適合做開胃酒嘅一支。Domaine de la Fougère規模就比較大，擁有超過40公頃葡萄園。大部分咧都集中喺 Côte d'Or。現任 Domaine Lefebvre 嘅釀酒師 Pierre Vincent 就曾經喺 Domaine de la Fougère 工作超過10年，咁帶領咗酒莊咧走向現時嘅精緻細膩風格。Fougère 嘅酒價錢咧唔離地，係唔少飲家嘅最愛。咁呢一支酒係一支 Cremant de Bourgogne 氣泡酒，酒名嘅意思咧就係 Family Celebration。呢支酒咧金骨味突出，咁夠晒 toasty 啊！唔少飲家咧都話佢有香檳嘅複雜性。咁大家不妨用呢支酒同屋企人慶祝啦。第二支酒都好特別啦，因為咧佢係一支 Rosé， 酒莊由 Arnaud 同 Sophie 夫婦檔創立，兩位都係嚟自傳統嘅釀酒家族。2016年開始用自己個名喺 Houhou-Mounet 創立酒莊，葡萄主要係嚟自 Côte d'Or 椰丘。咁呢一支 Bourgogne Pastis-Toucan Rosé 就以 Gamay 同 Pinot Noir 混釀，紅果花香味突出。如果想試一試布根地嘅 Rosé 咧，呢一支絕對係你嘅首選。跟住落嚟就介紹大家最留意嘅紅酒啦。咁第一個要介紹嘅地方咧就係 Haut Côte d'Or 上椰丘。咁呢一度係椰丘產區西面嘅高海拔丘陵地帶。咁主要出產優質兼高性價比嘅 Pinot Noir。酒款通常有鮮明嘅車厘子、紅桑子等等嘅紅色漿果香氣，單寧精緻，酸度明亮。位於呢一區嘅 Domaine Vincent Leddy 就係用咗1954年種植嘅老藤 Pinot Noir， 咁加上低干預、極少二氧化硫嘅方式釀酒。法國葡萄酒年鑑 Bertin de Luth 就喺2019年咧就將佢列為年度新星，潛力可謂無可限量啊！呢一支單一葡萄園風味深邃複雜，咁散發住柔和嘅紅果黑果味道，仲帶少少 gammy 嘅氣息添。跟住就輪到 Côte de Beaune 白恩丘啦。咁呢一度咧嘅白酒雖然比較出名，但係紅酒咧一啲都唔輸蝕嘅喎。例如 Sauvignon Le Bon， 佢既擁有 Volnay 嘅優雅特質，亦都有 Pont Marc 嘅勁度。呢一度有多達22個1級園，咁所以整體質素咧都非常之有保證嘅。Domaine Tollabo 係區內最出名嘅酒莊之一，咁佢擁有2個 Monopole 獨佔園，出產嘅酒咧 fruit friendly 兼平靚正。呢一支 Lafite Premier Cru 嘅葡萄大部分去quả，加上葡萄園嘅土壤特質，令佢輕盈柔順得嚟咧，又結構優良，亦都擁有高度嘅細膩感同陳年潛力。同樣喺 Côte de Beaune 嘅，仲有喺 Alès-Corton 隔離嘅 Pernod Vergernez， 佢位於 Côte de Beaune北部，夾喺2座山谷之間。而 Île de Vergernez 咧係呢一度最重要嘅 Premier Cru 之一，出產口感豐富飽滿嘅優質紅酒，係 Côte de Beaune 最正嘅 Hidden Gem。Domaine Chardon de Brie 係 Biodynamic 嘅先驅，釀造工藝咧都非常傳統。咁呢一支 Pinot Noir 係出自上述1級園，亦都被 Vine Advocate 嘅 William Kelly 稱為識貨之人嘅選擇啦。咁入口細緻啦，有成熟嘅果香同埋明亮嘅礦物感，水準非常出色。嚟到 Cru Chardonnay 呢一度佔地面積最大嘅酒區咧就係 Mercurey 啦。呢一度咧冇乾枯，但係就有32個 Premier Cru。Mercurey 出產嘅紅酒酒體會比其他 Cru Chardonnay 嘅產區更豐滿，經常帶有櫻桃同泥土嘅味道。Domaine Mère 係呢一區其中一個最大嘅有機認證酒莊，奉行 Biodynamic 耕種方式。呢一支 Premier Cru La Ferté 除咗有頭先所提及嘅風味之外咧，仲有少少低調嘅礦物基調，係一支有深度而又保留到布根地優雅嘅葡萄酒。Burgundy 紅酒除咗有 Pinot Noir， 當然仲有 Gamay 啦。咁喺 Burgundy 南邊嘅 Beaujolais 地區咧，氣候溫和，種植喺當地花崗岩土壤嘅 Gamay 咧，可以展現出獨特嘅紅色水果風味。呢一支 Madeleine Victor 係由 Domaine Chantepoisson 第4代莊主 Fabien Chanté 成立，以實惠價格為布根地葡萄酒愛好者咧提供清新精緻嘅地區特色葡萄酒。Ferrari 係 Beaujolais 其中一個 Cru， 咁擁有自己獨立嘅 Appellation 嘅特級村莊，生產嘅 Gamay 優雅細緻，咁仲有啲紫羅蘭同 Iris 嘅花香，非常值得大家一試。最後咧就同大家介紹下白酒啦，佢哋都係嚟自 Côte de Beaune，
而 Montiel 相信係今日介紹嘅產區入邊最小眾嘅一個。呢一度嘅 Chardonnay 主要係嚟自南部接壤 Meursault 嘅區域。呢一支 Domaine Côte de Moulin au Mur 正正咧就係嚟自呢一個地區啦。風味咧帶有檸檬青蘋果同埋榛子嘅香氣，仲有鮮明嘅礦物新鮮感，展現出不輸名川嘅優雅度。接落嚟嘅係 Macon 係布根地白酒入門嘅好選擇。咁因為咧呢一度嘅白酒質素高，但係價錢貼地。PM Bourgogne 係布根地嘅重要名莊，咁佢嘅家族 Bourgogne 咧就已經有超過2個世紀嘅歷史。佢有好長時間以嚟咧只係賣俾當地嘅 private client， 但隨着時間嘅推移，Pierre 嘅名氣咧而家就已經擴展到世界各地，連 Jason Robertson 都大讚佢係布根地最佳嘅 producer 之一。呢一支係我哋 Master Sommelier Arlo 嘅 personal favourite 之一。咁 Macon 嘅酒咧通常會比較大隻少少啦，咁呢一支就比較黏同清新，可以係一眾嘅 Macon 酒入邊突圍而出。最後一支當然唔少得 Aligoté 啦。Aligoté 係布根地種植第2多嘅白葡萄品種，亦都係一種古老嘅法國白葡萄品種。歷史咧可以追溯到18世紀。咁佢同 Chardonnay 一樣，都唔係芳香型嘅葡萄品種，亦都冇豐富水果特色啦或者風味。咁所以最啱咧就係展現風土特色，同埋俾釀酒師展現技術啦。Domaine de Villan 就係由 DRC 莊主 Hubert de Villan 同佢太太共同創立嘅。咁坐落於 Côte Chardonnay 嘅 Bréchevon 村入邊，最叻咧就係出產 Aligoté 啦。佢同 DRC 釀酒概念同埋方式完全一樣，咁所以可以話係平飲貴裝嘅最佳選擇。呢一支 Aligoté 帶有白花、金骨水果同埋礦物氣息，而家飲嘅感覺純淨清爽。陳年3至5年之後咧，飲佢嘅堅果風味都得。飲完就知道 Aligoté 嘅潛力有幾大。今集嘅 Watson Sour 就嚟到呢一度啦。想買酒咧，記得嚟門市，又或者點選 info box 入邊嘅連結買酒。走之前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